不需靠自己，捉緊它。唔知呢隻歌大家咧聽完之後咧，感唔感覺到一份咧好大嘅平安同埋祝福咧？咁呢隻歌咧係喺我自己作嘅時候咧，對我一個好大嘅鼓勵啦。因為咧先前咧我哋有兩隻狗狗咧先後咁樣返咗天父度啦。咁呢段時間咧都唔係一個好容易行嘅時間，但神咧就送咗呢一隻歌俾我，送咗俾我哋啦。喺呢段咧唔容易過嘅時間裏面咧，佢話佢一定會祝福，佢一定會賜平安。所以有時咧，我哋可能喺黑暗嘅時候，我哋以為自己係黑暗，但係咧，其實呢段時間係一份神送俾我哋好大嘅禮物。因為咧，我哋有呢段時間，我哋先至會更加清楚自己嘅需要，我哋更加識得咧去話俾神聽，其實我哋真係好需要佢，我哋先至會識得去接受人嘅幫助。我哋咧冇呢啲時間咧，我哋可能仲會喺度逞強，我哋咧靠住自己咧去過我哋好多嘅生活。但係其實望下呢個世界，其實我哋互相幫助唔係幾好咩？係咪？當你有力量嘅時候，你咪去幫人咯，你咪去愛人咯。當你自己需要被愛嘅時候，你咪俾人去愛下咯。唔好閂埋自己個心，覺得咧我唔需要。其實我哋需要，我哋更加需要咧係神嗰份愛，因為呢份愛咧係源源不絕。我哋唔需要喺人嗰度攞，我哋喺神嗰度攞嘅時候，然後呢份愛咧，我哋竟然成為一個好大嘅力量，令到我哋可以離開呢一個咧，我哋看似好似好憂傷嘅地方，好憂傷嘅位。然後成為咗一份好溫暖嘅禮物，第時咧就可以去祝福人。咁希望咧呢一份平安，呢一份祝福咧，可以咧送到俾今日你嚟到嘅大家。係啦，我哋一齊咧試下唱呢隻歌，因為唱嘅時候咧，你真係可以得到呢一份平安，得到呢一份祝福。記住啊，你唔係孤單，因為咧神一直會陪住你。係啦，我哋試下一齊唱。的祝福。神的平安，藉着基督救贖的愛，讓每顆心得到平安，充滿靈裡，懷抱得安穩。神必祝福，神賜平安。讓世上軟弱得拯救，讓每顆心不再尋覓懼怕，憑信越過懼怕困憂。他必保守，他必保守，他必保守。無條件的來愛你我們一生，不需靠自己，捉緊他兩手，拒絕畏懼，持着信心，他必拯救。神的祝福，神的祝福，神的平安，藉着盼望永在心裡，讓你我可得到平安，充滿靈裡，憑信得自由。神必祝福，神賜平安，讓捆鎖拆下得釋放，共信靠他大能，無所懼怕，憑信敵過懼怕困憂。神一定祝福我哋，保守我哋㗎。他必保守，他必保守，無條件的來愛你我，讓我們一生不需靠
保守，無條件的來愛你我，讓我們一生不需靠自己，捉緊他兩手，拒絕畏懼，自着信心，他必拯救。我哋再俾啲信心，再唱多一次，係護我們一生。他必保守，他必保守，無條件的來愛你我和我們一生，不需靠自己，捉緊他兩手，拒絕畏懼，自着信心，他必拯救。我哋唱個 bridge 俾大家聽咯我要立志堅守我心，一生靠着神，永愛着我，保守我心，安躺在神護蔭，決意立志打開我心，聽他說話行，永愛着我，保管我心，安躺在神護蔭。喎，一齊唱個 bridge 啊！我要立志。我要立志堅守我心，一生靠着神，永愛着我，保守我心，安躺在神護蔭，決意立志打開我心，聽他說話行。永愛護我，安穩我心，安躺在神護蔭，安躺在神護蔭，抵擋不怕黑暗。係啊，咁希望咧呢隻歌咧可以送到俾大家啦，因為呢隻歌咧真係幫我哋行過咗好多好似看似好暗嘅路咧，但係其實唔係嘅。呢段時間係神祝福緊你，所以咧如果你而家喺一個好似落緊雨嘅心情嘅時候，唔緊要，呢段時間咧你打開你嘅心啦，去接受呢一份祝福，接受你身邊可能你嘅鄰居、你嘅屋企人、你嘅朋友，佢要去愛你，佢要去鼓勵你，你就接受佢啦。如果到你有力量嘅時候，你就去愛佢啦，你就去安慰佢，你就去陪伴佢。咁咧呢個世界咧就一路用個愛去流動咧，我哋就會越嚟越美好，神嘅光咧就會一路喺度發光。係啦，咁咧多謝大家今日咧嚟到呢個講得重點已經講晒啦，係啊，不過都賣廣告先，大家支持下我哋嘅 Facebook 同 IG like 下，同埋 subscribe 下，係啊，